经过昨天到今天，所有媒体朋友针对我们这一次年度例行的射击训练所提出来的问题，我做一个综合性简要的一个说明。我们国军每年在年底都会针对次年的重要演训的流入，发布一个射击，发布一个训练计划，给各军种各直属的指挥部作为依据，年度内训练的依据。那国军在每年的第3季，就是7到9月份，在九鹏地区实施飞弹射击的训练，已经行之有年。那今年的本周的射击公告在7月8号我们就已经发布了，相信媒体朋友都已经看到。同样是属于年度的例行性的训练。本次射击的训练，刚刚也有媒体朋友问到，我就直接在这里说明了。本次的射击训练均按照整体防卫构想的设计想定状况，并依照作战的进程，区分地对空、空对空、舰对空、空对舰、舰对舰等5种的作战模式，将基础的战力跟不对称战力运用我们的主力战机跟各型的主力战舰纳入训练。今年媒体关心的是我们总共射击的弹药发数，这里跟大家报告，我们计划执行12类117枚各型的飞弹及精准炸弹的实弹射击。今年的射训没有增加媒体报道所谓的新的弹种，总数较去年略微增加。有关射击的弹药的种类跟射击的方式等详细的资料，因为属于机密等级，不在这里公开的细部说明。也有媒体问到昨天射击的成效，在这里说明，昨天射击既有地对空、舰对舰、空对空等7类41枚的各式飞弹及炸弹，命中总数是39枚，命中率是95.1%。那今天的射训会持续到下午才会结束，因此今天的这个射击的成效的统计还没有做计算。后续相关射击的内容以及可以发布的影片、相片，将由我们军文处签缝核定后，来提供各位媒体运用。报告完毕。第一个，这个应该也有问到了，就是我们 F-16机挂的这个反舰鱼叉飞弹，它射击的目标，它所对的就是所有的海上目标。各型船舰、登陆舰到作战舰到各种都有可能，只要在我们作战计划内进到我们范围内的，它都可以实施攻击。另外就是你所提到刚刚穿越公府的这2艘军舰，是他刚刚这个我们联合次长在报告的，它是中共例行的这次演习的一部分。那目前九鹏地区我们所发布的警戒的海空域状况都正常，没有以往所谓的这个情报船舰或共军的基建靠近，都在安全的范围以外，所以我们昨天到今天的射击训练都维持正常。我们在每年的年初，这个国军年度重大演训流入的军事记者会，都有先公布今年所有重大演训的行程。这一项7月份到9月份的射击，早在年初我们就做公布了。刚才也强调，这次射击我们的射击公告7月8号，在中共宣布演习之前，我们都已经射击公告都公告出去了。从这个时间上就可以证明我们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它真的只是我们自己年度例行计划性的演训。之前它是验证 F-16挂载鱼叉，那是第1年，后续的每一年我们都有做鱼叉的射击训练，没有例外，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独特性。